這裡的遠近山路我都熟悉，我跟姑姑一起去吧。快去快回。哎。太医令，臣在。公子怎么样？公子只怕不好，请王后还是早些做好准备。胡说！你胡说！我儿子还没当上太子，他将来还要做大王！你给我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女医治呢？女医治呢？昨日半夜，女医治被米八子叫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去哪儿了？说是被米八子派出宫了。不管他在哪儿，都得给我找回来！是。当儿怎么了？太医令说，当儿不行了。当儿若走了，臣妾岂能苟活于世？当儿是寡人的兒子，我嬴氏的血統比別人頑強，絕不會輕易放棄。王后愛子心切，此刻不該亂了分寸。拜見大王。那草藥可採到了嗎？是，因為公子當病症危急，需要馬上內服外敷。此刻女醫治正在搗藥，片刻便可以給公子當服用和療傷。好，太好了！若能救治好公子當，寡人重重賞賜你們。謝大王。快請太醫。是。這下好了，當兒或許有救了。是真的嗎？昨夜芈月偶然發現了一種草藥，對當兒的病症或許有奇效，所以女醫治連夜出城進山採摘，此刻藥已採回。李密，大王，你看此舉有多大的把握？照理說，藥草進宮都該有人試用，但是公子的性命危在旦夕，我們也只能險中求生。微臣已經讓人榨出七葉一枝花根部的鮮汁，每個時辰灌公子一碗，再將鮮根搗爛敷在傷處。若到傍晚，公子的病情沒有惡化，便是有救了。当兒，当兒，聽到母後跟你說話了嗎？
只要你活過来，母后什麼都答應你。只要你好好的活着，不管你要什麼，母後都絕不說一個不字。母後情願拿自己的性命換你一命。你聽到母後說話了嗎？上天诸神，大司命、少司命，求求你们，讓道兒渡過這個難關。只要諸神不嫌棄，小女子秘書願意以血以肉以性命祭祀諸神。求求你們，讓道兒活過來吧！求求你們，讓道兒活過來吧！求求你們，讓道兒醒過來吧！公子，皇后，公子醒了。母后在这儿，母後在這兒。姑姑，你要多吃一點，吃飽了有力氣，傷才能好得快。這斤米粥可香了，是八子親手用精米、肉糜和雞蛋熬成的。婆婆吃吧，姐兒看着婆婆吃。婆婆吃不下。吃肉肉長肉肉，不吃肉肉精瘦瘦。婆婆看，姐兒身上有很多肉，婆婆自己卻是精瘦瘦。好，婆婆再吃一口。继兒也該吃飯了，跟姑姑去吃飯吧。